谁耍流氓？哪里有人耍流氓？钱进宝顾不得疼，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。小伙子，你看见耍流氓的人了吗？我路过，没看见。怎么总觉得有些不对呢？该死的唐小小，可恶！看到前面流着大鼻涕的傻子大吼，心里有了个主意。唐小小把人打了一顿，心里舒服多了。进了胡同，后面是胡地主家的院子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。看着院墙处被东西挡住的洞口，小心的把东西拿开，钻了进去。走到里面，果然在最里面的屋子发现了7、80辆车子。刚想进去仔细看看，就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。老三，这次带过来几辆车？6辆，全是刚生产出来的，还有活着呢。勇子，你那边明天能拿出来多少？我能拿出来8辆。老大，咱什么时候把车子运走？时间长了，我心里不安稳。我算了一下，这里有75辆车子，老三拿过来6辆，勇子还能拿出来8辆，我那边再凑点，差不多有100辆。